好，上次嗰個小測係令人非常之失望嘅。我唔知大家翻去點樣温書啦，可能咧淨係睇例題啦。我覺得係好多同學係做都冇做過啲題目，咁咧唔 OK 嘅。第一做得好慢，第二係我提過嘅差唔多係所有嘅陷阱你都跌咗落去。咁咧好啦，如果你覺得自己做得唔係咁好嘅話咧，應該都冇乜位俾你改正啊。咁你可以攞張紙，你自己翻去再做多次個題目啦。好，如果係高分嘅同學，應該都有啲方法可以再快啲嘅，咁咧都聽一聽先啦。好啦，咁一齊改正咯。首先呢度上面俾咗個筆記你嘅，我提過有一個嘅陷阱，或者係有一樣你要注意嘅，乜嘢為之係一般式咧？有個係數要留意喎，就係頭嗰兩行，點解呢度冇符號啊？點解冇個係數喺度？因為佢必須要係一同埋一。記得呢個第一個重點就係你個圓形方程你要見到呢一度一定要係一 x 二次。1y 二次，咁先至會剩翻3個未知數就係 D、E、F 啊嘛。咁後面有好多條咧，就呢度唔係1同1，咁你就唔可以直接將個 D 同 E 除負2揾個原心喎，因為呢度唔啱啊嘛，都唔係一般式。OK， 咁同樣道理，你應該可以推論翻去上面個標準式咧。其實呢一度咧，你呢度要1 x 二次1y 二次，咁即係標準式嗰個括號入邊呢度都要1同1啊嘛。呢度都要係1x 1y 喎，括號入邊。OK， 好，咁呢個係經常都係圓形方程都係呢度呢個位有陷阱㗎啦。好啦，咁嚟啦，第一條，呢度我冇要求要標準式或者一般式，其實咧咁樣已經可以收工㗎啦。咁你唔需要嘥時間去展開個括號，寫翻個一般式，係咪？呢個已經係滿分嘅答案啦。記住咧，其實圓形方程係咩嚟嘅話，我話標準式呢一個一嚿嘢二次加一嚿嘢二次等於第三條邊嘅二次，其實呢個係嗰個叫咩啊？直角三角形嗰個畢氏定理係啦，係啦，嗰個係我哋叫畢氏定理啦。嗰個其實係畢氏定理嚟嘅。咁咧右邊記得係半徑嘅平方啊。咁頭兩條咧標準式都 OK 啦。就咁 ，OK， 跟住第二條開始啲人就你哋就跌晒落啲陷阱嗰度啦。A part 呢個右邊記住係 R 二次嚟㗎 ，R 二次等於2，所以個 R 係開方2。好 ，B part 嗰個就係陷阱啦。呢度一開始係2x 二次2y 二次，所以咧成條式要除2。成條式要除2，你要變翻做呢一個樣，變翻做呢個樣先至揾得到個 D、E、F 嘅。D 係-1，E 係3，F 係1.5，即係3/2。OK， 咁我哋睇圓心睇半徑個 D、E、F 亦都係攞翻呢個啊。本身呢條咧唔係一般式嚟，做多一步先。佢嗰個圓嘅圓心啱一個唔啱一個係冇分嘅，即係 x、y 坐標。係啊，冇分啦。我記得我係冇俾分，你個坐標係成個點啱晒先有分㗎嘛。所以你冇得淨係啱 x 坐標或者 y 坐標。好啦 ，C part 嗰個咧，呢個咧佢其實係似係標準式嗰個樣，不過其實都唔啱㗎，個係數嗰度唔啱啊嘛。係前面呢度唔可以係個2喺度。咁咧有2種方法，一係你就展開個括號，即係拆開佢，咁你就會變咗4x 二次4y 二次，跟住再成條式除4。係啦，呢個係麻煩啲嘅。不過如果你拆括號拆得快咧，其實都唔會好耐。呢啲 A 加 B 嘅二次拆開咧，呢啲要好熟㗎咯喎，要做到。
因式分解我大概明你意思，因式分解。好啦，咁其實有個快啲嘅方法可以即刻變做標準式嘅，就係、你諗下呢一個左手邊咧，其實你想入邊去變翻一啊嘛，變翻一 x 同埋一 y 啊嘛。咁所以咧，但係佢有個二次方喎，有個二次方就應該唔係就咁隨意喎。你諗下，你要將嗰個數咧放入去個二次方入面，咁我其實咧就係要兩邊一齊乘咩啊？你要放到入個二次方嗰度，即係要2/2嘅二次啦。諗一諗明唔明先？左右要做相同嘅嘢，咁我應該係要乘2/2嘅二次，因為呢一個乘入去咧，大家都二次方，咁就好似個二次可以抽出嚟咁啊嘛。咁你個2/2咪入咗去個括號嗰度咯，咁就可以令到呢度變翻1x 啦。OK，咁所以應該係2/1嘅二次啊，即係1/4嚟嘅。得唔得？咁咧左手邊呢個咧，你就將個2/1二次放入去咯。嗱，快嘅可以跳埋呢一步添啊！好，跟住右邊個數咧，呢個常數又係好多同學唔小心，即係做數做得唔夠熟啦，做得少咯。呢個 over 4啊嘛，然之後你再除4喎，唔係乘4喎。有好多同學呢個分數唔見咗，你當咗係乘4啊，其實係除4啊嘛，即係個分母變咗16喎，應該係呢個啊，呢個數先啱啊。咁我而家咧就變咗標準式啦，因為左邊可以變翻做 x 加1/2啊嘅二次啦，加 y 減1/2嘅二次啦。OK， 呢一個先至係符合嗰個標準式嗰個樣啦，呢個係啱嘅，即係話可以直接睇圓心。咁圓心係咩啊？梁欣？變翻標準式啦，圓心喺 x 喺呢度。x 坐標係咩啊？係啊，啱啊，正負要反轉嘅，即係負幾多？睇翻開頭標準式，佢係負 x 減 h 啊嘛，咁而家係即係個 h 係咩啊？負2/1係啦。咁個圓心坐標就係負2/1同埋俾埋個 y 坐標，係啦，2/1。OK， 半徑呢個做根號都要練一下嘅，呢個27/16，你個半徑應該係將佢開方27/16。好啦，跟住咧記唔記得要有理化嗰樣嘢啊？中4嗰陣時學過，將個根號有理化。分母呢個係平方數嚟嘅，開方16可以變做4嘅。分母開方16係4。分子呢個27其實係3/9啊嘛，3/9個開方9可以變翻做3，咁即係3開方3啊。我寫到嗰個停咗啦，你寫到呢度停咗就當係未化簡咯。呢個係未化簡就唔可以做最終答案咯。係啊，咁啊趁呢啲機會都要練翻課題嗰啲嘢啊，即係有理化呢個啦，3開方3除4啊。
OK，嗱講完第一版，第二條最尾嗰兩條，最尾嗰兩 part 嗰個陷阱係乜嘢啊？陳家傑，陷阱係咩啊？最咩兩條？頭先啱啱講呢兩條個陷阱係咩啊？都係多咗嗰個，哦，唔係1比1，佢係1比1，佢係2同2啊嘛，都係1比1嚟嘅。不過佢唔係寫個係數要係1，個 x 二次同埋 y 二次個係數一定要係1。所以如果唔係1咧，記得除翻個數啦。咁呢個 B part、C part 都係個係數唔啱啊，所以要再做多一步先。DSE 會啊，經常玩嘅陷阱就係個 x 二次、y 二次唔係1同1。佢必須會係1比1，因為如果佢唔係1比1就會扁咗或者窄咗。咁如果佢即係佢唔會係2x 大題有可能加5y 咁樣。就唔會2比5嘅，2比5變咗橢圓形，橢圓形就唔喺我哋2比4咧咁 syllabus 嗰度嘅，2比4都唔係，2比4係1比2嚟㗎嘛，一定係1比1。一定係1比1。即係大題都唔會係1比2。大題都一定係1比1嘅，因為如果佢唔係1比1就唔係圓形，咁就冇得再問㗎啦。即係做一道2分收工啊！唔會咁樣嘥咗條題目咯，所以一定係1比1。第三條 A part 又係激死我，又係好多同學又錯完再錯，講咗好多次喎。咩叫做揾終點？中間個點啊嘛，中間個點即係平均數係咪啊？中意識揾平均數識唔識揾啊？加埋除2定係相減除2啊？自己諗下平均數。喂，你問陳浩峰喎呢個。嗱，其實你有好多機會可以發覺自己做錯咗嘅。第一，平均數係加埋除2。第二，呢個成個圖都畫咗俾你啦。你點會揾到個終點係24㗎？24好明顯係近 A 嘅喎，24係好近 A 嘅喎，但係佢 B 係好遠嘅喎，係咪啊？一開始係。你數下格仔都知喎。-1去0去1去2就去呢度，2去3係1格嘅啫喎，係咪啊？嗱，咁啊又多一次機會俾你練啦。揾終點係好似揾平均數啊，加埋除2。如果都係唔 OK 嘅，你不如數手指啦。嗱，呢個第一隻手指係-1，睇 X 座標啊，-1、0、1、2、3。咁-1同3中間就應該係1啊。數手指都數到喎。負1係3中間。OK，3A 嗰個就係小心計終點點樣計啊？好，跟住第4條咧，第4條咧個圖喺右邊嗰度，其實係個圖畫出嚟咧係咁嘅，右邊。大家翻去如果温書，你都可以試下用 Desmos， 佢有個 app 嘅，你手機 iPad 可以 download 個 app， 或者你用電腦嘅話，你喺 Google search 呢個 Desmos 咧，可以將啲色打入去，佢會出個圖俾你。配方法。好，咁我想講下 B part 咧，有一點係唔係喺個圓外面定係入邊，定喺個圓嗰條邊上面啦？咁大部分同學都做啱嘅，不過你無端端揾個開方40咧，其實我就唔知係咩意思嚟，係咪啊？你無端端話俾我聽開方40大過6，其實你想講咩咧？咁你必須要話俾我聽呢個開方40其實係 PC 或者 CP 得唔得？你要揾緊呢兩點嗰個距離啊嘛，你要話俾人聽你計緊乜先得㗎 ？CP 係等於呢個嘢。所以咧，佢係長過嗰個半徑，所以佢就喺個圓嘅外面啦。我唔驚 C part 㗎喎。OK， 等等，得未先 ？B part OK 嘛？記得寫翻你揾緊啲乜嘢啊？好，跟住 C part 咧，呢個同學咧，佢就係一個好醒目嘅方法嚟嘅。
你哋就做不是定理啊嘛，你哋你要拆個二次方嘅括號啊嘛。點解佢可以咁簡單就揾到咧？因為咧，佢留意到一樣嘢，就係而家 DSE 都係成日玩呢啲嘢，就係嗰個 Y 坐標，呢個係圓心嘅 Y 坐標，同埋佢問你嗰點嘅 Y 坐標係相同喎，即係點咧？即係半徑上邊。係啦，點樣整走呢嚿嘢？OK， 好啦，呢點頭先嗰點係乜嘢三，跟住個圓心又係乜嘢三？咁你望住紅色呢點，望住紅色呢點，其實無論個 K 嘅數值係咩咧，呢點會點喐㗎？係咪一定係同一個高度啊 ？Y 坐標相同即係咁喎，即係話佢度緊呢兩點嗰個距離咧，其實好易計啊，唔需要不是定理啊嘛。X 坐標相減就係佢哋個距離咯，明唔明啊？因為要觀察到呢樣嘢。Y 坐標相同，即係佢係打橫咁喐。好啦，咁佢要喺個圓上面，係咪即係呢兩點要係半徑嘅距離啊？即係話呢度一定要係6嚟㗎嘛，個半徑一定要係6。咁我由圓心開始打橫走6個單位，咁係咪就係一係就減6，一係就加6咯？咁就唔需要做嗰個二次方啦，唔需要做不是定理啦。我直接喺負4，一個就係減6，一個就係加6。咁佢話要負數嗰個嘛，即係負4減6。所以就個 X 坐標係負10啦。個 X 坐標係咩？負4減6。4減6。因為一定要6個單位啊嘛，半徑嚟㗎嘛。佢要喺個圓上面，咪即係圓心過去，一定要係半徑。嗱，所以呢位同學佢就一個係負4加6，另一個係負4減6，搞掂。係啦，不過佢題目講咗 K 係負數，所以 K 係負10，K 係減負數嗰個。K 大於如果佢唔係一樣嘅，就要做緊積分解。如果唔係一樣嘅，就要不是定理去計啦。因為我又諗成負3。好呀。啊，係啊，呢度半徑佢寫錯咗啊，應該係3減負3，3減負3等於6，寫少咗。OK。呢個通常會點樣比分啊？試下點比分就係最終答案一定有1分，跟住前面一個有意義嘅步驟就係咩啊？就係你揾到個減6咯，減翻個半徑就1分，負4減6呢個就1分。或者你睇唔出呢度大家 Y 坐標相同，你要照用不是定理咧，嗰一堂都有1分。不過你就嘥多咗時間咯。如果你照用不是定理，即係你覺得要拆二次方啊嘛，應該係咁樣會快啲嘅。但係其實不是定理都係差唔多嘅，因為你個3減3冇咗啦。係啊，但係你寫嘢咪寫多咗人哋一行咯。咁如果你做卷，你唔係分秒必爭嗰啲同學又冇乜所謂嘅，呢啲用多少少時間。但係譬如要攞5星星嗰啲，真係其實你就係頭1個鐘要做完前面嗰14條，最尾剩翻個1個鐘頭15分鐘係諗月報嘅最尾嗰3條。嚇？真係？係。公文。 5星星嘅同學1個鐘內要搞掂頭嗰2 part。真係。
一定唔係上市公司啦。應該少啲計。OK，第5條 standard 嘢，俾咗3點你就一般式揾翻個 DEF，有啲零喺度咧就好好做嘅，呢、個冇乜特別。做錯咗應該係唔小心啫，翻去自己再練下。咁咧第6條啦。第6條咧要用到一個性質，就係嗰個同 Y 軸相切嗰樣嘢，即係咧個圖我畫咗出嚟咧，就係講緊呢個 Y 軸嗰點指去圓心係同個 Y 軸係垂直嘅。好啦，如果呢度係垂直嘅話，即係呢個半徑係水平線，所以第一下就已經出到個 Y 坐標㗎啦。圓心個 Y 坐標，即係話我第一句個圓心已經要係 x 坐標，跟住 Y 坐標係負6。如果你 x、y 都冇嘅話咧，其實你條式入邊你就有2個未知數，跟住你就企咗喺度啦，你就唔知點做啦。咁所以呢個要用切線嗰個切線垂直於半徑嗰個性質，即刻要睇到呢個係負6。然後嗰個 CB 就係距離公式，即係不是定理，就揾呢條。咁我就成條式入邊咧，只有1個未知數可以計到個 x 坐標，計到個 x 坐標即係成個圓心出咗嚟，咁就可以計埋半徑㗎啦。半徑應該用打橫呢條仲快啲。記住啊，水平線、垂直線嗰啲距離好易計嘅，2個坐標相夾就係啦。佢直接寫圓方程嗰度第一步嘛，係咪可以？係啊，其實呢度第一行已經可以收工啦。因為又係冇要求要咩形式啊嘛，標準式已經可以收工啦。右邊最好變翻25咯。即係5嘅2次要化簡變25。多化簡定規矩？呢個圓方程嘅標準式就未必扣嘅，因為佢條式就係 R2次嚟，所以未必扣。不過你穩陣就最好寫翻做25。OK， 跟住尾二第7條。咁咧上堂我冇做過呢個例子嘅，我想大家都諗下，即係而家好多唔同嘅題型啊。咁同埋記住做呢啲題目咧 ，A part、B part 你要諗下點樣用前面嗰 part 喎。呢個係一條題嚟㗎嘛，佢 A part 無端端叫你揾2個圓心之間嘅距離，究竟點樣用咧？其實應該有用。咁 A part 要揾到個圓心坐標先啦。咁啊 C1呢個咧就係標準式，冇乜特別，直接睇到個圓心係-21㗎啦。C2嗰個有咩陷阱啊？方形有咩陷阱啊 ？C2呢條式係啦，嗰度前面呢個係數 x2次個係數係4係唔得嘅，所以你要做啲咩啊？要成條式除4，即係話個 D 咧應該係12嚟嘅，啊唔係 sorry，呢個係睇清楚 x y 啊，呢度係冇 x 㗎，所以係0x 啊，跟住12y， 跟住143除4等於0。OK， 你要將個 C2改翻做呢個樣，跟住先至可以揾到圓心。
住 B part 判斷有幾多個交點，即係呢兩個圓有冇搭埋一齊咧？其實就睇佢哋各自嘅半徑。OK， 我哋有圓方程咧，呢、個半徑係揾到啊嘛。R1嗰個應該你會計到係開方20。我講一講個原理先啊，開方20。跟住細嗰個圓，藍色嗰、個，呢、個半徑應該係1/2。我由個圓方程可以計到嘅。你用有一個方程啊嘛，有個方程你可以計到個半徑嘅。好，咁啊 A part 做咗咩咧 ？A part 係直接揾呢兩點個距離，呢兩點個距離。你諗下咧，如果呢兩個圓啱啱好係相切，即係佢啱啱好掂住一點嘅話咧，應該呢個開方20加1/2就剛好係呢兩點個距離。但係而家佢離開咗咧，即係話你計開方20加1/2咧，係應該要少於呢兩點個距離嘅。呢兩點係遠啲噶嘛，咁你就知道佢係離開咗啦，分開咗，咁即係冇交點。如果呢兩個圓心個距離係細過半徑加埋嘅話咧，即係個圓咧喺佢入面咧，咁啊可能係兩個交點，可能係一個交點，亦都可能係冇交點，因為佢可以成個圓喺入面㗎嘛。但係今次呢個情況咧，佢 A part 嗰個係大過你兩個半徑加埋，咁佢就一定喺外面，一定係分開咗。即係有幾種情況㗎嘛？而家你個圓可以係完全咯，兩個圓啱啱好掂住，係咪？啱啱好掂住，咁你嗰個呢個 R1加 R2，如果啱啱好掂住一點，咁咪 R1加 R2應該就係 A part 嗰個答案，就係個距離啊嘛，係咪？咁但係而家唔係咁啊嘛，咁而家就係 A part 嗰個數係大啲嘅，因為佢分開咗，飛咗出去。即係計對兩個距離係一對。係啦。咁如果係掂住點樣計疊埋一齊，如果你真係要揾個點嘅坐標，就要聯合方程式。即係我呢個淨睇個半徑距離，我淨係知道佢係究竟喺出面，定係掂住，定係喺入面咁樣，可以估到。OK， 最尾嗰條叫你證明兩條垂直線即係有直角，咁你可以用斜率相乘等於負1，或者可以用畢氏定理，兩種方法都得。咁然後其實呢個 A part 做乜嘢嘅咧？就係、半圓上的圓周角的逆定理。如果有直角，你個三角形入面有直角，即係調翻轉用嗰個半圓上的圓周角，即係話 AD 係一條直徑 ，AD 係直徑，中間嗰點你就可以揾到啦，即係揾到圓心，揾到半徑，就可以揾圓方程啦。呢個因式分解就係邊度因式分解 ？B part。A part 唔使因式分解啊！你揾佢垂直，一係就斜率，一係就畢氏定理。好快 recap 今日呢份小測提咗兩樣嘢啊，起碼兩樣嘢啊。第一，容易錯嘅係乜嘢？李遠山，陷阱，第一個陷阱位係咩啊？
中條啊嘛，係數。係數定中位數啊？你想講咩？到中位數注意症。中位數注意症。即係個加號同減陷阱啊！邊條啊？係咪呢條啊？係三。平均數。唔係中位數，係平均數。係揾終點係好似揾緊平均數咁樣，記住第一點。仲有第二個陷阱係一定要一啊個嘛。係數，呢度啲係數一定要係一啊，一定要係一同一。OK。星期三再測。嚇！星期三再測。交叉。大家翻去温書，你要做19.2嗰啲題目啊，19.2嗰 session 嗰啲題目。唔好齋睇啊！呢個温碌有冇啊？温錄睇晒温錄。我會嘅。我睇晒温錄。OK。OK，可以去食飯。下邊呢找嗎？快點找嗎？行動。梗係先天動嘛。因為你呢度冇乜力啊。聽不懂也有啊，有那個比較上邊，但係你上邊做完之後就會點解我學好多嘢？有直覺即係有直覺，即係 A D 啊，呢兩點中間就。好像真係好難啊！油如果你直接攞呢兩油品，拍落去，低調低度，我比我還有品。控分。我這個好控。走啊，兩個人。由高師燒去白。你走噻，我傻。那一組1、2、3、4、5個 ，OK，5個人。走吧。感覺聽會了就不會了。好約了，你到我。好似異形嗰啲口水嗰啲連珠啊，我用點啊？啲口水連珠咁行嘅。唉，俾你，唉。你有爭取咯，唔記得熄咗佢先。嗱，佢哋睇埋呢度咯。